原本要伫花莲开拍这帮赛事，但因为4月初花莲大地震，不仅重创花莲对外交通甲观光，而且现在救灾工作悠然的进行。经过评估了后，比赛决定煞到台南球场来举办。台南在地企业顽皮世界动园为了弥补无法度伫花莲比赛遗憾，甲统一赛球团讨论了后。特别邀请花莲远雄海洋公园吉祥物前来台南球场，相仿吉祥物做伙舞蹈，为竞争激烈比赛加添不少的趣味。跟台南的顽皮世界一起来做合作。今天带来现场的是我们园区最有活力的鲨鱼大哥香 K， 其实它代表的是一个正面勇气的一个象征，也希望为震后花莲可以带来新的一股力量。顽皮世界为台南唯一的动物园，为了表达对着主场赛事的支持，特别派出吉祥物瘦猫卡邦、水豚豚宝来到球场来表演。强震的关系，使得交通中断，而且呢，他们的观光产业也受到非常大的重创。因此呢，今天我们跟统一师讨论了之后，决定说这一场呢，除了顽皮世界来开球之外，我们也希望邀请花莲远雄一起来到现场。我们同样为这个游乐园，那么也希望呢，他们的来也是替花莲加油。擘开生命的海陆动物开球仪式，最后大家共同扬起花莲加油，应援花莲一起回家牌仔甲布条，希望花莲会当早日走出地长的阴霾，场面温馨又热烈。记者张秀仪采访报道。